好啦，咁啊嚟到呢一題咯，OK，好啦，第22題，媽媽買咗4包糖果，OK，姐姐咧同妹妹咧，每人咧一齊咧就吃去27包後，還有幾多糖果？OK，好啦，每人各吃去喎，即係姐姐咧又係食27%，妹妹咧都係食27%，OK，喂，都一樣食好大食啊！好啦，媽媽買咗4包糖啊嘛，係咪？還有幾多包嘛？所以咧係4減20分之七，再減20分之七。好啦，去到呢 part，點解要介紹呢題咧？就係好重點啦。我哋首先要將個4要點做啊？要去變翻做份數。好啦，點變咧？睇住黃色呢度咯。我哋咧可以將佢變做3又20分之20。OK，好啦，份數概念咯。我哋將一包糖分開20份。OK，分開20份，佢入邊係咪都係有20㗎？因為我哋冇食過任何㗎嘛，所以係3又20分之20。呢個咧係一個份數，一定要學嘅，一定要知道嘅。OK，尤其是係減數。好啊，點解要分享呢題咧？因為係一條減數，咁所以咧，我哋一定要將佢變成個份數。如果啊，睇住呢度，如果咧佢係3減1又2分之一咧，我哋要點做咧？緊記咯，千祈咧好多同學仔咧就唔好哎呀蛇，直接3減1咪得咯。3減1係幾多啊？3減1啊，3減1咪2咯，2又2分之一。嘟嘟係錯噶。OK，我哋要將3變成咩啊？變翻做份數，記住啦，份數減法一定要將所有整數變做份數先。首先我哋要將3變做2又2分之一。2又2分之2減去1又2分之一。OK，好啦，2減1大份數減去大份數，所以呢個係1。跟住分子減去分子，所以呢題咧應該係1又2分之一。OK，去翻呢題啦，我哋要將整數變翻做份數先。3又20分之20減去20分之7，再減去20分之7。OK，好啦，咁啊逐 part 減咯。20減去7，所以咧呢度咧減去咧係20分之13，再減後邊嗰個20分之7。嗱，可以一次過減又得，分開減都得，冇乜所謂嘅。OK，所以咧再減咯，13再減7，所以呢題咧剩翻幾多咧？係剩翻3又20分之6。OK，好啦，係咪答案？俾3秒時間大家諗下，係咪答案？喂，冇計錯啊，係咪？有4包糖，食去20分之7，20分之7減20分之7，3又20分之6啦。噔噔，呢一題要做啲咩？冇錯，每一次我都要同你哋4年班啦4年班啦，好多時候要做啲咩啊？約揀，OK，要約揀，緊記啊，要約揀啊。好啦，上邊除以2可以用2約，下邊都可以用2約啊。咁咧上邊咧係3，下邊係10。3又10分之3先係真正嘅答案。OK，緊記咯，第一呢個要檢啦。第一份數，我哋要將佢由整數變做份數去計。OK，呢題由4變做3又20分之20，下邊呢個由3變做2又2分之2。OK，整數要變做份數。第二，記得要約揀啦嚇。每一次計完呢條題目，尤其是呢啲雙數嘅、雙數尾嘅6啊、0啊呢啲，一定可以俾2約噶嘛，用2約咗佢先咯。由細約到去大都 OK 噶啦，唔需要話一定要一眼睇得到。哎呀，我知啦，呢個一定係用12去約，唔需要嘅，慢慢用2約咯。OK，用2約、用3約、用5約、2、3、5、7呢啲數字，慢慢約就可以噶啦。OK，好，今日講住呢2題先，慢慢可以去重複去睇，慢慢去吸收。OK，有咩唔明可以隨時 WhatsApp 我。好啦，講住咁多，拜拜。